心嚟嘅。咁呢個唔係 IG 嗰啲 trend，其實亦都唔係新潮流。呢一樣嘢唔係呢幾年、呢5年、10年先至講嘅，其實係一段經過驗證嘅頂級科學嘅一個運動科學。對於你嘅意義嚟講有啲咩咧？其實關你咩事係咪？你可以訓練得更加密嘅、更加狠嘅，但係個前提係要恢復得更加快，咁樣你先至可以操得更多。所以當其他人操完胸之後，第二日可能連手都舉唔起嘅時候，你已經準備好下一次嘅訓練，因為你夠 recover 得快。長遠嚟講，你嘅肉身性你咪會比其他人幾倍嘅速度去進化咯。而當你有咁樣嘅紀律，用凍水涼配合你嘅身體訓練，你嘅身材亦都會持續變得好嘅。唔係因為你今日突然之間有動力可以去操多一次，而係因為你日復日呢個 system 令到你肌肉密度啊、體態啊、精神狀態全部 upgrade 咗。而更加重要嘅就係喺你凍水涼每日俾你嘅嗰副心理盔甲啊，喺你沖完凍水涼之後出到去面對世界嘅時候。